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港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阿朱姨啦。昨吼，我去菜市仔买菜的时阵，就看到阮孙牵一个查某囡仔的手，我就哪走哪画伊的名，到迄面头前才发现，我认唔着人啊！实在有够见笑。今仔日的主题就是下面皮。下面皮汉字写作下面皮，罗马字写作斯雅下，无音面，坡为皮，下第3条，面第7条，皮第5条。下面皮就是下面子，因为某一项代志互家己感觉见笑、闹开，是体面无面子的意思。加下面皮外语的词有下细颈、下细下颈、显示等等。通常咱人伫社会上，拢希望别人会甲咱尊存，所以咧处理一寡人情世事的时，会想讲莫得罪人上好。俗语讲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看。意思是甲别人留面子，嘛互家己留体路。面皮比王声壁较高，这是一句伫台南安平咧时行的俗语，意思是咧考世人唔知见笑，面皮比王声的壁搁较高。这台王声就是咧讲即卖的安平古堡。面子虽然真要紧，不过咱嘛唔通无毛鸡鸡大鸡。明明知影家己无才调，搁为着面子，甲代志武甲袂收煞，甚至伤害着家己，安尼实在是无必要。六下面皮见笑闹开，下细下颈显示。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看。面皮比王声壁较高，无毛鸡鸡大鸡。人生在世，难免会拄着一寡下面皮见笑的代志，笑笑啊就好过去，因为其实无人咧甲你看啦。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